会跳舞。5、4、3、2、1，Go！讲台语吼。大家好，我是劲爆罗雷。咱这个乐团嘛，吼做劲爆罗雷啦。因为讲吼，这个乐团算讲是以我为一个主要的创作啦。但是我台语无介好啦，我只是会晓用台语写歌。我嘛算是一个摕一个吉他四处伫流浪的吟游诗人迄款啦。所以讲就是实在啥物人，就写啥物歌；实在一个头家，就写一个歌。实在一个妹妹，嘿，就写一个歌呢，较浪漫啦。阿干米鲁加，哦，好记好记啊，好记啊。创作拢是少水的，就是讲这个。就是讲我创作拢足紧的，我写歌差不多100条以上啊。我有吉他，我都会使写歌，所以讲今日这歌是阮团员选。安尼我敢有答非所问。算音乐，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欢喜啦。因为我较早是补教名师，是伫台北南洋街迄个捷运 N8 出口。真的，我讲的拢是真的。我学生有2000多个，但是我都爱耍啦，爱耍音乐啦，所以讲后来就裸辞。我唔知是安怎呢，我的人生吼边啊，若是有水妹妹的迄个查甫吼，伊一定是会晓音乐的，所以讲我就去学吉他。学吉他，我吉他无介好。所以讲，我就变做是写歌，我就写歌呢，拍妹妹，安尼写歌互妹妹听。结果后来妹妹爱着我，拢毋是因为我的吉他，是因为我写了嘛袂歹啦，安尼，安尼。我想要做一歌，不管是啥物人听，一听就知影是台湾人的歌。海里61号，接来甲你检查身体敢好？赞！我是劲爆罗雷，做伙来摇摆。